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2023年修法，是调整被害人申请补偿金的时间。要伫咧受害5年内，若无就要等到成年了后，期限嘛是5年。这民间团体就指出，这款修法是有真侪空隙，会造成未成年的被害者领袂到补偿金。补偿无门。关心犯罪被害人的民间团体发出诉求，因不满2023年修法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内面，甲被害人申请补偿金的时间延长到被害人成年后的5年。民间团体认为看起来是有延长，不过实际上却予真侪被害人因为无合理的计算方式，无法度摕到补偿金。总共就将近有280件的案件是被驳回，而被驳回的理由，就是因为时效超过，又是占了90%几。民团认为，若照新法，未成年伫咧被害5年内一定要申请补偿金，若无就要等到18岁以后的5年内，才会当搁再申请。不过民间团体举例，一个8岁个案来讲，伊伫咧8岁互人性侵，等于是伊伫咧8岁到13岁之间一定要申请，若无就要等到18岁至23岁，意思伊伫咧14岁至17岁这段时间是袂当申请补偿金的。民间团体认为，安尼规定受无保障，应该爱修法23岁进前拢会当申请。在不管是未成年他几岁提出来，到成年后5年，他应该都适用的哈，不应该是对未成年有这样的限制。针对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，民间团体提出一份民间版本的修法草案，希望会当甲修法改做23岁进前拢会当提出申请。后一步因会去寻求立法院赛党团的支持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